随着气候的变迁，加上全球的暖化，植物肉或者是未来肉，渐渐成为素食者甲环保爱好人士的喜爱。尤其中秋节就要来到，民众介意烘肉，嘛会用选择植物肉。但市面上的植物肉是毋是真正健康？基比病院营养科嘛提醒民众，除了爱注意营养的标示，嘛爱选择低钠的调味，甚至教导民众安怎家己来制作植物的肉排。在素肉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传统常吃到的，像是一些素肉丝、素肉条的这些东西，主要都是一些黄豆、大豆粕所做出来的这种素肉，所以它材质比较粗。比较有弹性，那它的豆味也比较重，所以其实大家比较不是那么喜欢。那我们在欧美国家，他们其实使用一些豌豆蛋白或小麦的蛋白，就是可以让它的口感可以比较没有那么的豆腥味。那我们像现在所拿到的这一个就是植物肉，它其实是用鹰嘴豆，然后还有黄豆，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红豆的这些食材把它组合成的。那我们在家其实就可以自己制作这些植物肉了。那市售的植物肉啊，它其实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为了它要调味比较类似一般的肉品，所以他们会添加比较多的一些复形剂或者一些添加物或者是一些调味料，所以其实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营养标示。我们把食物的包装打开到后面来看，就可以到它的营养标示上面会写到它的含钠量是有多少。那钠就是盐的意思，对，所以如果呢含钠量越来越高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一些血压的风险，对啊，所以我们在挑选市售的食材的时候，可能植物肉的部分可能就要注意它的含钠量，那还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里面有没有做一些食物的添加。那我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自己在家制作。那自己制作的部分呢，就是它其实蛮简单的，只要把这些食材蒸熟，然后把它用调理机打成泥，把它混合在一起，就可以搓出这样子的肉排了。蛤蟆除了注意热量甲蛋白质的摄取，另外嘛要注意高纤维、鸡油甲鸡汤，加食寡蔬菜代替吐司面包。饮料嘛应该选择无糖或者是无卡路里。月饼甲蛋黄酥，因为热量甲糖分拢真悬，嘛要来控制减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